心肺復甦法，成人。首先，急救員考慮環境係咪安全。現場環境安全。小姐，呢度有位小姐暈咗，有冇人可以過嚟幫我啊？檢查口腔冇異物，按壓托顎暢通氣道，用5至10秒時間檢查頸動脈同循環徵象。06、07、08、09、10。着白色衫呢位先生，呢度有位小姐冇呼吸冇脈搏，麻煩你幫手報警叫救護車。如果附近有去顫器，請你拎過嚟幫手，唔該。患者冇脈搏同循環徵象，立刻施行心肺復甦法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30。每壓心30次，吹氣2次，為1次循環。壓心時，手指應該翹起，雙臂同埋手踭應該保持挺直。27、28、29、1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1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2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30。如果患者仍未有復甦徵象，繼續施行心肺復甦法。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1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2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30。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10、3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2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30。繼續施行心肺復甦法，直至醫護人員接手施救，或者患者嘅情況有所改變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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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